喂，喂。小姐，歹势，你敢有过一种经验？比如讲，你咧等公车，你看到一个人，你对有意思，刷落来，伊看到你，你闪避；过落来，你看到去，我会闪避。过无偌久，伊车来，伊上车进前，你一个拢知影，恁敢若是无缘分的结婚人，拄则就亲像一场梦。有啊，所以咧，你生甲遐尼水，阁有气质，我本来应该直接离开的，因为我知影我生了无讲甲缘投，我有咧照镜，这点我知。既然你知影，是安怎要来甲我讲话？因为我拄仔接到一通电话，是我医生朋友敲的，伊要通知我检查结果，干那两种结果，好甲歹。若是歹的，未来我伫病院等死的时阵，我一定会最后悔，这个时阵无甲你讲电话。安尼我嘛坦白甲你讲，我本来要甲阮男朋友去看电影，毋过伊拄则甲我找。电影等下就要开始啊，我嘛是会当家己去看啦。毋过我想要问你，等下你接到电话，若是好的结果，你要甲我去看电影？你要看啥物电影？总部我唔敢看哦。恁兜的镜一定足垃圾的，你等下会记你切好。我有讲你会当看我的手，我有讲你会当绑。